先沾一下，把它沾满之后，然后慢慢的，要慢慢的，要多慢？你看，哦，有了。让我做你的太阳。你看那边超多了。你得到希望，为你心房那扇窗洒下一些阳光。有了，泡泡入镜了。有吗？有吗？泡泡。啊，有。有捕捉到那个瞬间吗？有啦。下次再带你去更多好玩的地方。至少有我。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因为喜欢啊。爱的执着，你不会寂寞。喜欢你。